OK， 是，来，忧伤的人真有福气，会加因安慰，会加因安慰。后来，温柔的人真有福气，互因所应允的土地。咬喙打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巴足。熬怜悯人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加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压迫的又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OK， 来，咱来吟一首较新的歌吼，523首，523首。会众拢伫即个道边即个遮见若有人爱，会众唱2摆了后，然后咱就请诗班有一寡人会当加入来吼，咱来试看卖呢，见若有人爱 ，OK。见若有人爱，甲疼心。见若有人爱，甲疼心；见若有人爱，上帝就同在过来；见若有人爱，甲疼心；见若有人爱，上帝就同在过继续。见若有人爱，甲疼心；见若有人爱，上帝就同在过来；见若有人爱，甲疼心；见若有人爱，上帝就同在过来。见若有人爱，甲疼心；见若有人爱，上帝就同在。我想咱唱几摆？8次哈但是配音咱敢若无啥出来哈。会晓唱的人真毋通客气哈。咱今仔日拄在今仔日诗班无伫遮哈。OK 哦，今仔迄个咱总共8摆哈，总共8摆。会当合音的请咱合音。这个是咱三角来祈祷就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是阮的主上帝，有啥物比得到你的听？搁较互人心满意足啊！即世间，阮若得到搁较侪，可能阮物件若侪，阮的物质若侪，阮的地位若悬，阮的心若孤单，若夭糕，若不足，若无够额。阮即世间，阮若真正会当得到上帝的听，阮的性命有安全，会当得到上帝的听。佮得到兄弟姊妹，逐个人彼此相挺。阮伫即世间的路就无孤单，有人相陪伴，有人相祈祷，有人相合做工。上帝互愿你的神临在伫永福教会，互阮的教会真正会当诚侪彼此相挺，互相鼓励，互阮的性命会当逐摆伫礼拜的中间得到鼓励甲医治。愿即个所在就是阮心灵的家。就是阮见到上帝，嘛甲兄弟姊妹相较亲密的所在，因为遮就是分别做成的圣殿。今仔日兄弟姊妹来到伫你的面前，愿你用你的话，用所有祈祷、懊恼，拢变做芳芳的祭，将阮的性命做活祭献伫你的面前。
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伫你的面前感谢，而乐靠出性命。阿门。OK， 咱预备咱的心。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伫新的一个礼拜，咱搁参加主一个家要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即摆，互咱大家做伙来唱这首《听互咱真做一回》，主一做一回。听互咱主一做一回，听互咱主一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真做一回，听互咱主一做一回。咱大家开嘴大声唱，咱大家开嘴大声唱，互主会听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互全世界拢知，听互咱主一做一回。好，即摆咱请大家起立，边仔在的人，甲做请安。大家开嘴大声唱，咱大家开嘴大声唱，互主会听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互全世界拢知，听互咱主一做一回，听互咱主一做一回，听互咱主一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真做一回，听互咱主一咱大家开嘴大声唱，咱大家开嘴大声唱，互主会听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互全世界拢知，听互咱主一做一回。兄弟姐妹，请坐。是上帝听，互咱大家真做一体。上帝主耶稣，上帝甲主耶稣对咱是真正好。伊提起咱的烦恼，互咱会使用笑容面对明仔载。咱即摆来唱这首《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互我搭日笑。我的耶稣，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我搭日笑，我的耶稣对我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互我搭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是主耶稣真正好。大概我有艰苦忧闷的时阵，我会想到除了我家己以外，阁有主耶稣甲我做伙伫地，伊会提起我的烦恼，提起我的软正。好，即摆咱阁来阁唱一届《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互我搭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互我搭日笑。
我的耶稣，搁一摆主耶稣对我真，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予我踏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是主耶稣对咱真好，伊听咱的每一个祈祷，伫咱有痛苦、咱有无平安的时阵，咱会用祈祷来到伊的面前去甲恳求，伊就会踮伫我哋中间，甲阮三个做伙，即摆咱做伙来唱这首《我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痛苦中间，你遐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求着你的手，祈祷做的事。我手袂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要刷开，道路要铺平，予你讲。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痛苦中间，你遐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祈祷，我求着你的手，祈祷做的事，我手袂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要刷开，道路要铺平，予你讲。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痛苦中间，你遐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求着你的手，祈祷做的事。我手袂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要刷开，道路要铺平，予你。每一摆我祈祷，每一摆我祈祷，我求着你的手，祈祷做的事，我手袂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要刷开，道路要铺平，予你讲归向你。请咱大家起立。着我靠耶和华来行好，踮伫即个土地用诚实做美娘，着掠耶和华做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着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我靠伊，伊要互你成。咱即个时。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圣诗的头前。四道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受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全能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
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来祈祷。主美天堂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保守阮的脚步来到主你的圣殿，我们是来敬拜你，来学习你。但恳求你，互阮每一摆来到你的圣殿，你会互阮用清气的心，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你。恳求你来带领阮这个会，互阮所听的有力伫阮的追求信仰的路程。但父上帝，阮知，阮得到你的看顾甲你的保守，互阮有工作，互阮有收入。阮也知检查阮的收入无一定有真多，总是你保守阮有够业，总是当阮年老，当阮无工课的时阵，阮犹原有收入，因为你互阮有退休金，你互阮有老年年金，互阮共款有收入来维持阮的生活。但父上帝，我要恳求你来感动阮每一个人，互阮会知你的教示，你爱阮怎样来回应主你的听，来用阮11个奉献来互主你用。但恳求你也常时来感动阮，互阮会少年伫社会有需要阮去关心的人。但阮的教会犹原有金灵协会，阮要透过金灵协会来做真侪的工课，来做真侪事工，来传福音，来互人来亲近教会。但总是阮知，阮需要经费，阮需要用这经费来支付，来维持这个协会的运作。但恳求主你来感动阮每一个人，互阮会知教会需要，阮也要恳求你，互阮毋若用金钱来回应主你的听，也互阮会知怎样来贡献阮的时间、贡献的气力来互主你用。恳求主你时时互阮会明白，阮着怎样来传福音，怎样将你的听来传出去。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感谢，靠主名来求，阿门。谢谢。这个是咱来交读启用文，就是启用文第54篇，伫圣诗后壁面启用文第54篇。心灵散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以上，这个是咱来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是伫新约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新约马太福音25章31节。当人子伫伊的阳光甲隆重的天使来时，伊要坐伊阳光的座位，聚集万邦伫伊的面前。伊就要分别因，亲像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山羊下伫伊的倒边。迄时王要甲正边的讲：恁对我的爸得到恩典的，进前来承接国，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备办的。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装白体，恁互我穿；
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呢，恁来找我。37节。迄时义人要应伊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带，脱北体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呢来找你？40节。王要应恁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世一个，就是行伊伫我。搁要甲倒边个讲，恁受咒诅的，就离开我，入永远的火，就是为着魔鬼甲伊遮的属者所备办的。因为我枵，恁毋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毋捌互我啉；我出外，恁毋捌互我带；我脱肉体，恁毋捌互我穿；我破病，甲伫家呢，恁毋捌看顾我。44节。因也要因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也是喙焦，也是出外，也是脱肉体，也是破病，也是伫家呢，来无服侍你啊！伊就要因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无行伊伫遮的姊妹世一个，就是无行伊伫我。遮个人要去入永远的刑罚，若是伊的人入永远活。第二位的圣经，咱来看路加福音第12章33节到34节。路加福音12章33节。着卖恁所有来进这人，为着恁本身备办卖话旧的钱地，伫天呢用卖了的财宝，就是贼话教、虫话咒的所在。因为恁的财宝伫遐，恁的心也要伫遐。圣经读到遮，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顺序单上尾吼。金句，约翰一书3章17节。人若有世间的财产，看见伊的兄弟欠缺，也无开伊的自心，上帝会疼，减通有点伫伊那来欢喜。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灵敏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以上，这个是要请妇女团体来献诗。因要唱的歌是《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
师要讲的题目是：伫别人的需要上看见我的责任。兄弟大家平安。基督徒一个真要紧性命的记号就是十字架。基督徒是你的身份，自从你洗礼迄日，所以伫你的性命的中间，若照遐个犯着鬼的人伫咧赶鬼，有当时啊鬼会讲，即个人有洗礼，迄个人无洗礼。迄个赶鬼的人会甲伊问讲：是安怎样？你知？鬼会讲：有一个十字架伫倒，伫咧头遐。所以做一个，你若讲你是基督徒，要知影讲上帝已经甲你印一个记号伫你的头遐，你已经属伫主的人。迄个十字架的记号就是一横一直。第个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横的是你甲人的关系。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每一日 7-11 24点钟，你的真要紧的责任是你不断爱伫咧思考我甲上帝的关系怎样。我的所行所做有照上帝所爱的旨意也无，还是我咧做我家己过我家己的人生。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逐日甲人的关系安怎？即个远的，我逐日对甲边仔的人关系亲无好无？还是即个关系常常拢伫拆离冲突的中间？还是伫这身边周边的人，上帝赏赐我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厝边的，我对因有责任无？因毋知过了好无？所以做一个人，常常爱问的两个问题是：我过了好无？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身边遮的人过了好无？所以耶稣甲咱讲，做一个对我的学生，恁着常常爱思考，听厝边亲像啥？家己。你爱听上帝，然后过来是听厝边亲像听你家己。所以咱人爱学会听家己，然后马上就爱随讲，我有用安尼的娘来照顾别人也无，所以一个基督徒绝对毋是干那为着家己活。基督徒的存在，咱咧相信咱的生命是上帝创造，所以上帝创造你的生命，每一个生命有你的目的，有你的功能，毋是干那为着你家己。然后咱要为着上帝的荣光、创造主的荣光，以及咱对周边的人的责任。我家己要活好。然后我爬起来了，我紧爱关顾身边逐个人好无？我想今仔日我用的题目，伫别人的心上，伫别人的需要，看见我的责任。那假使敢若为着家己活，安尼这是一个自私的；敢若为着家己活，安尼这个是一个失落责任的。那假使有人伫遐邀歌。然后你规那粒馒头食甲家己长甲，我即个镜头若叫人翕到，你会互整个台湾的人哭头。为什么？你这人真无良心！我头为什么无良心？我也无害伊，我也无拍伊，我也无安怎样？对，你真无良心，因为你家己食甲长到别人邀歌。所以有真侪时阵，邪恶毋是你无做啥物歹。真侪时阵，邪恶是你无做应该做的责任。咱真侪时阵，咱拢敢若伫咧看别人做啥物歹，但是咱失落，你无做遐个歹，但是你无做伊所做的好。所以到底啥人是好人，啥物人是歹人，即句咱拢也毋知。逐个人，咱有一日爱伫上帝面前。伫遮有几个人，列为注意哦。我想陈述局，咱拢真熟。请问陈述局这个人，你捌听过伊的故事无？有诶举手。OK， 好，多谢。请问伊是毋是基督徒？毋是基督徒，但是伊的故事你有感动无？有。
伊家己破病，连家己的劳保拢无，健保拢无。但是伊逐日所做的，拢是为着比伊搁较歹命的人。伊逐日咧卖菜，将伊所卖的，拢去咧救助别人，家己破病，竟然家己无健保。因为这个人，咱台湾拢毋捌伊，是美国 New York Times 发布出来，咱才发觉讲，伫咱的台湾，伫咱的台湾的南部，竟然有这款的遮尔有疼心的一个老欧巴桑，毋捌字的老欧巴桑。对照一寡基督徒洗礼了，讲我得救啊，洗礼了我得救啊，然后 do nothing， 拢无做啥物代志。那假使上帝是这款的上帝，这个上帝我无爱治。这个上帝痴迷，因为真正有良心、真正的义的人，逐日为着别人咧活的，这个上帝讲你无洗礼就无得救，然后一堆干那洗礼，然后拢无做半项，讲你已经洗礼啊就得救啊。这个上帝是无公义的上帝。我安尼讲，你们讲阿免无？所以到底你所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正并且还有一个老欧巴桑，拢是老欧巴桑。拢是无受到什么教育的人，伫这个，伊逐日当啊，原来当啊咧无用卡，当啊咧宽卡，然后卖互人食的，一碗10块，一碗10块，一碗10块。对照遐大好野人，对照遐大好野人，台湾政府用优惠土地，互伊用优惠利息。互伊贷款，然后甲家己饲甲饱饱，也阁用掺毒伫咧卖做高级产品卖互咱。你对照你看，若是上帝有目睭，若是上帝活的，结果是遐个人，因甲因的子孙，拢开遐尼高级几千万的车，伫咱的头前，伫咱的目睭前，当咻咻叫，因为对照。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我绝对无相信，我绝对无相信我的上帝，因为你有洗礼啦，然后你就一定得救，然后你拢无做什么物件。我相信上帝伊还有另外一个伊的标准。来，这是耶稣讲的话，咱。不得不，咱用华语咱来读一下好唔好？预备来，在人子作王，天使与他一起来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为两群，好像牧羊人把山羊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然后王要对他右边的人说：“蒙我父亲赐福的人呐，你们来吧，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收留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害病，你们照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到那时候，那些义人要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到你流落异乡而收留你？看到你赤身肉体而给你穿？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害病或坐牢而去探望你呢？王要回答：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既然你们为我的跟从者中最微小的一个人做，就是为我做。然后王要对他左边的人说：走开，受上帝咒诅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进到那位魔鬼和他的爪牙所预备永不熄灭的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没给我吃；渴了，你们没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没收留我。注意哦，
伫遮咧讲，到伫上帝审判之前，主耶稣坐伫迄个阳光的所在，伊要甲人分做两边，遐行好的伫正边，无行好的，因无做歹呢。伫遮甲两群人，一个是有做啥物好，一个是无做啥物歹。无做啥物好，各位注意一项，无做是表示你故意无爱看，无做是表示你故意忽略 ，ignore， 迄是一个真大的罪恶。他有可能一个人伫你的面前要个有需要，你家己穿甲真好。你家己食甲真好，你家己住甲真好，然后你对伊拢无回应，所以伫即个遮，拢你对旧约的圣经到伫耶稣的话，拢无伫咧讲洗礼。洗礼的代志，迄是教会的时代，迄是教会了后的时代。教会了后，宗教人、宗教人徛伫教会中心，因伫咧强调，你着爱来教会洗礼，你着爱做我的信徒。你入来了后，伫我即个遮做我的信徒，做我的会员，你着爱接受我的拘束，接受我的管理。总是伫上帝角度内面，上帝咧讲的是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你有去执行啊无？所以这真要紧的是实践的问题，是行做的问题。这毋是你明白圣经偌济，毋是你逐日读，你到即马你圣经读几遍啊？你一日祈祷几点钟？毋是咧讲的，是你这了后，你圣经读了，你祈祷了后，你有起来做啥物？你起来做啥物？你有起来做啥物？你有看到马街？你知影马街博士伫台湾，伊的故乡、伊出世的所在、大汉的所在，我去2摆，2摆，我印象真深是庄脚，比我家己对五车、清水五车出来搁较庄脚。到我最后一摆去的时，车驶过，后壁也搁火尘规个因的所在。到即句我毋知，我已经差不多10年无去啦。10年前我去，也无铺淡仔高路，但是伊咧庄头出真侪高人，因为马街。伊装备了来到伫台湾，伊装备了来到台湾，当啊万喙齿，伊装备了来台湾用万喙齿咧传录音，然后短伫台湾30年传录音，伊去60间的教会，然后伊转去伫加拿大长老教会，伫咧述职讲起台湾即个遮福音的需要的时，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马街船长，伊的太太听到伊伫台湾做遮个代志，这个船长夫人感动，因为伊的先生死了，名原来马街，所以这个船长夫人就寄付3000块的加币，请伊摕这个3000块来台湾。你既然伫台湾伫咧传福音，伫咧做医疗，我这个3000块，互你转去台湾开医馆。所以其实马街医馆毋是为着纪念马街博士，马街医馆是咧纪念迄个船长马街。我伫即个才要讲我讲即个故事是啥？我讲即个故事是一个上帝的使者，伊受装备了后，伊毋是留伫 Toronto。伊毋是全走去美国纽约去做医生，
伊受上第一尖端的训练了后，伊来偏僻的所在，来到台湾充满各种马拉利亚、通拖真多、传感染病真多的所在，伊甲家己献身伫遮，然后有人你去啦，马街博士你去啦，但是我无法度甲你伫遐，你伫遐，你所做的我无法度甲你去。我献钱互你去，支持你伫遐所做的工。我想焦伟牧师，可能即个人你若是老基督徒，你听真多，但是因为少年的一辈咧出来，咱来不断传述因的故事。焦伟牧师，即个台中一中，你来看伊的年代，台中一中迄是偌优秀。然后台南新南医，然后去日本受医学的训练。伊这个遮，伊开始倒转来参与伫孙理莲牧师娘的原住民的福音事工医疗团队。然后伊伫遐咧，伊甲孙理莲这是一个外国人宣教师的夫人。然后伫山地。伊创2间的戏罗病院，一个是原住民的，一个是本地人的。然后伊过来去到伫二林，看到二林遐侪沿海区遐侪迄个小儿麻痹的，伊就伫二林创一个医疗站，伫二林教会。然后伊搁去到伫台南的北门寺，咱即马北门寺遐有一个什么教堂？北门寺台南的北门语。玻璃教堂，高跟鞋下，唔通袂记，咱逐摆游览车去到遐，唔通干那看迄个。拄啊，伫迄个2-3公里边啊，有一间乌卡病院，有一间北门寺的教会，焦伟牧师，因老爸家己是医生，伊竟然一礼拜5天的中间，干那一天留伫伊家己台东病院。然后伊逐礼拜走北门寺一天，走二林一天，埔里迄个基督教病院有迄个边地，有迄个原住民的，伊一礼拜都是安尼说一日，然后完全做义工，完全做义工，甘愿做戆人，为着福音甘愿做戆人。然后最后，有一日，伊拄啊对迄个玻璃迄边迄个遐早起时问诊了，然后下晡点半大过来到二林，因牧师娘甲伊讲：你昨暝到遐尼暗，拢还搁咧处理代志，敢无爱下昼加困一下？伊甲因牧师娘讲：我早1分钟到位，患者就减1分钟的病痛。车开出去，就弄死。来到即位，还佫是一个谜。其实迄个时有一真大的政治的紧张。伊迄个时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伊迄个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直直爱逼咱长老教会离开 WCC， 然后咱伊坚持袂当退出。所以迄个时，其实即个事件，即个是另外一个谜，到即句也无拆开。伊车弄落去，人也无啥物受，也无啥物特别，然后死伫遐。我要讲的是，一个遮尔特别、遮尔有疼心，也是牧师，也是医生，伊为着要做骨科的代志，比如讲乌卡病，伊叫咱迄个乌卡病是伊发现，啥事这。迄我第一间教会拄啊伫迄个附近，拄啊伫南昆新附近。一寡人他的骹无代无志，怎啊直直乌起来，对下骹怎啊直直乌起来？到底是啥物原因？迄个到尾也都爱经锯骹，若无会怎啊规个人会死？所以为着即个，都爱佫出国去学外科，为着迄个戏罗，伊都爱佫出去佫学戏罗的代志，安尼进出台湾遐侪摆，拢是。
为着甘愿做戆人，有趁到什么钱无？无。所以其实伊弄死的时，伊一寡囝儿对伊真袂谅解。伊弄死的时，一寡囝儿对伊真袂谅解，因为阮的爸爸一世人无啥物时间陪阮，总是后来直直看时间直直过，逐个人直直大，时间直直做治疗，后来才肯定，逐个人肯定，爸爸实在是伟大，为着福音，伊甘愿做戆人。因为咱阁甲这段圣经阁读一下，好无？这个是逐个人拢真熟，即摆问题其实道理真多，咱拢知。但是问题是，咱也无定定提出来，咱定定拢阁互人拖入去另外一套物件去。咱直直怎失落信仰的本质？遮来讲，先知来讲，世间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恁什么是好。来，咱预备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世间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啦。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人生所着行的路，什么是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同行。因为你有可能伫你的人生，伫咧主张，伫咧替人打抱不平无？伫即个社会充满真多不义、不应该的代志，然后你看到视而不见，会使吗？伫国家甲国家的中间有真多不应该的代志，你会当拢怎点点无开喙吗？世间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爱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相同行。所以，甲你的上帝相同行，意思是你的上帝做什么工，你就照安尼做。咱伫咧读约翰福音书，你注意耶稣怎样伫咧表明：我的爸做工，我今仔日做工，我做我的爸所做的工。耶稣伊一世人直直咧努力，上帝的旨意变做伊生命的旨意。所以我的爸，我伊的囝，伊是我天顶的爸，然后直直咧朝伊家己甲爸是徛到阵，行到阵。即摆问题，咱要做耶稣的学生，咱要做上帝的囝，咱逐日的行达，甲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离偌远，还是咱拢干那伫咧过咱家己的日子？我想这个是，咱过来看耶稣的话，这个是一个真要紧。我望你甲刻入去伫，我望你甲刻入去你的信仰的心电图的内面。预备来，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末日来临的时候，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曾奉你的名传上帝的信息，也曾奉你的名赶许多鬼，行许多神奇迹。”那时候，我要公然的告诉他们：“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走开吧！”你会伫遮唔知你有读到什么无？有真侪人逐日的信仰生活，拢伫咧喊主啊主啊，喊啊真大声，主啊主啊，伫咧祈祷。这个喊主啊主啊的人，因阁真要紧，因伫咧行什么？因讲因真够赶鬼，因真够传信息，因真够行神迹。所以，若有真侪场面创甲足大，若敢若福音的报道会，然后真够行、真强调赶鬼、真强调行神迹的团体，主要拄啊伫即款的，逐日他们来喊主啊主啊，然后强调遐个
竟然到伫审判的时，主耶稣甲伊讲：我毋捌认，因为恁遮最歹离开我。拄则我佫讲，因敢真正最歹吗？无。真侪时阵，遮最歹的人，耶稣咧骂的是 ：You do nothing good。你无做啥物好，该做好，上帝所咧行的好，你拢无做，你干那拢甲你的时间卡伫你的宗教的行为内面那定。因为信仰咱毋是要互咱活，信仰咱毋是要互咱落实上帝的国，咱也上帝的国临到啦。咱要安怎通过你甲我咱的逐日的生活，要互上帝的国通过咱临到伫遮的苦难的人，临到伫遮的需要的人。所以你若有时间，请你毋通做一个，佮甲人基督徒，佮甲人讲我足孤单，我足无聊。拜托，即款话收转去。偌侪人需要你的陪伴，偌侪人需要你去甲伊做朋友，你竟然坐踮厝内讲我孤单，我无聊。因为你的生命，上帝创造，上帝留你是，你需要去陪伴人，你需要去听人，毋免读偌侪的册，真正行出来真要紧。有一寡人伫咱的中间，有一寡人真够读册，咱毋茫伊加读册，然后分一寡精髓互咱。咱无一定偌爱读册的人。你爱领受伊的精髓，进去活出伊的精髓，要安怎互咱的生活真正是伫咧实践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什么人才会当进入伫上帝的国？耶稣讲，遐会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伫遮行比知搁较要紧。你读过偌侪套教义的物件，不如你好好起来做几项的代志。因为当伫即个遮的时，我阁讲一项，上帝啊，阮头有看到你腰，头有看到你喙焦，头有看到你赤身裸体。咱头有看到你去用鬼无去甲你看，注意耶稣的回答是啥？耶稣的回答是啥？既然行伫迄个智慧水，就是行伊伫我。另外一群人讲，阮头有看到，你头有伫遐。审判的主甲伊讲，伫迄个智慧水一个，你若无甲行，你就是无行伊伫我。伫我的信仰的理解，伫我信仰的理解，因为这个已经变做一个真大的挑战。逐摆伫咱的目睭前的一个人，伊的存在，上帝伫遐。所以咱要安怎样好款待咱目睭前的每一个，对伊有礼貌，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囝，包括你身边任何一个人。伊伫咧哀哭，你都爱摕纸互伊切。伊伫咧有问题，你毋通怎行过，你爱停落来，甲伊搭搭咧。你有停落来陪伊无？你有停落来替伊祈祷无？因为拄啊，伫伊的心上，伫即个需要的人的心上，上帝伫遐来看咱安怎样做回应。因为即个是一个真要紧、真要紧。当我明白到这项的时，我毋敢随便对人歹。当我明白到这项的时，我真谨慎伫咧款待我身边的人。哎呀，上帝实在是太好，这个马喜乐，这拢伫咱身边尔。OK， 伊的人生有一日，教会牧师拄啊去美国受外科医生训练了，倒转来到伫西雅图，伫旧金山，伫旧金山伯克利的即个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然后伫迄个拜三暗的祈祷会，教会牧师对遐过，然后停留伫遐周间的聚会，分享伊伫台湾所做的遮个代志，分享伊伫原住民的中间所做的代志，互人知影讲台湾迄个时希罗当伫咧感染真厉害，互因知影讲哇，台湾伫即个海边有真侪。迄个乌骹病的有真侪，即个polio， 迄个麻风病的人，伊当啊，迄个第一长老教会周间的聚会，伫遐对遐妇女会的人伫咧分享台湾的事工，然后拄啊伫遐，伊迄暝拄啊 Joyce， 伊伫遐，伊的丈夫死了，伊的老爸死了，然后。伊真感动教会牧师所做，然后伊阁停留几年了，伊的老母过身了后，伊就甲伊的牧师讲：我若去台湾参与伫教会牧师的医疗团队，牧师你感觉安怎？因牧师带伊祈祷，因牧师甲支持，所以即个马西勒。就怎安尼来到台湾，参与伫教会牧师的行列，然后伊就最后伊就离开埔里，伊就来到梨林，看到梨林遮个小朋友无法度通行路的小朋友，都爱踮涂骹，踮仔咧爬，用双手踮仔咧拄，迄个时也无管啊。咱迄个时台湾也无创遮个，所以就甲教会牧师开始。然后替因创遮个小儿麻痹者的即个管啊，然后开始原本是伫即个病院内面，伊就怎独立出去，甲教会牧师讲，我专心来顾遮个人，因为遮个人厝内迄个时，厝内若有即款的，拢互厝内人赶出去，拢互厝内人看无，因为台湾人受即款的到底前因后果，即个因果观念，今仔日阮兜有即款的人，绝对是阮。父母还是祖先做啥物歹积德，所以厝内有即款的人是家族的见效，逐个人嘛直直要安怎想法甲处理掉。马是都毋甘全，甲遮拢捡起来。人捡来爱饲呢，人捡来爱钱呢，爱食3顿，爱搁教育呢，爱搁甲因摕遮个管啊呢。一个人都怎16个直直收到几百个，因为有钱无钱。因为伫咱的中间嘛，也阁有一寡遮个为着残障者伫咧存在遮个基督教的单位，收遐尼多，收几啊百个。我要讲台湾人实在是咱来反省，真侪人甲厝内即个人怎拄好基督教机构了后，家庭的人逐个月一线都无支付。那敢若怎？即个人怎？恁接去安尼就算了。所以遐基督教单位即马拢真辛苦，拢真辛苦。但是即句佫翻译一项，伫咧为着遮个关系呢，拢是庙事较济。对位，咱嘛是好啦，庙事的人关系，互基督徒来做服务。我咧讲，真侪时阵是。你若有法度通伫遐疼心做掉行为，无行为的疼心是死的，无有实际行动的疼心，迄款的信仰是假的，迄款的信仰是干那嘴皮啊。上帝爱你是爱你的全人 ，whole your life。所以你心伫倒位，你人伫遐，你人若无伫遐，你钱伫遐。因为你钱伫遐，表示我的支持伫遐。但愿上帝施恩赐福。若确实有人伫咧讲，因我教会无咧做事工，我讲请你掂去。因我教会若无咧做事工，是因为你无关心；因我教会若无做事工，是因为你人无来看；因我教会无做事工，伫咧讲因我教会无做事工的人，是你忽略，久长忽略。咱教会逐礼拜伫遮咧做礼拜300个300桶的，
但是是咱周报伫即个遮因的拢8、9百个。你知影咱教会即马逐日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五，逐日有偌侪人伫遮入来伫教会，伫咧接受教会相关的活动。你偌侪人伫即个遮伫咧无道，逐日你会当看到才有一寡小组坐咧，踮仔咧讲人生，讲因的苦难，有人踮仔流目屎。所以咱即摆卫生纸用较伤。你会你有伫遐无？你有伫遐咧陪伴无？你有咧替这样代志祈祷无？我想咱逐个人真正爱为着家己。耶稣讲，伫迄个软正软弱的人的身上，看见你的反应，看见你的信仰，你用什么伫咧反应？既然我来的是咱的小会，中执会拢讲，永福教会要成做一个社区服务的教会。那安尼，请长老你偌侪时间精神，执事你偌侪时间精神，兄弟咱逐个人偌侪时间精神。你若真正就真无用，你的钱爱伫遐，你的祈祷爱伫遐，才有3献。献你的祈祷，献你来遮做工陪伴，真正遮逐日拢有一寡无队友。你爱献金钱支持会当做的人伫遐。主啊，咱定定来吟诗讲，主啊，我伫遮，主啊，我伫遮，请找我。但是唱歌简单，唱歌的是简单，实际的行动需要挑战。但愿上帝十分祝福伫咱的顶面，互咱真正通过信心加上行为配合，有一日咱到伫上帝面前讲，主耶稣甲咱讲，好啊，好过真中的路步。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愿上帝通过真侪时间，互你有份伫遐，你的祈祷，逐个人咱结连诚做伫遐，咱真正信行合一，然后咱伫上帝面前徛起，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愿圣经的话诚侪阮的提醒，愿圣经的话丰富阮生命，愿圣经的话阮安尼听，安尼读，安尼领受，安尼起来活，安尼起来落实。阮真正感谢上帝，伫圣神的感动下面，直直带阮成做一个信行合一、有信阁有行、真实的基督徒。感恩祈祷，靠主圣名，阿门。这是咱的吟圣诗第521首。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歌。请坐，这是请牧师来报告甲介绍。我想下早起我来介绍一个斗阵去联合国的朋友啦吼。即个人怪卡吼，逐日拢爱饲几若10个 baby， 毋是饲人，是饲精生。伫伊的手，逐日至少爱摕牛奶饲几若10只牛仔囝，佮顾一堆的牛母安尼吼。伫台西专门拢踮咧饲牛，逐日做牧者。廖永来前馆长的弟弟廖永全先生，咱甲拍一个扑仔咧，好吗？通感谢主。廖永来前馆长甲弟弟即几年陆陆续续拢信主洗礼。昨昏我去参加一个婚礼，迄个婚礼竟然一个女方的妈妈拒绝来参加，因为伊的查某囝竟然嫁的人是大学毕业，竟然留伫做事。我的查某囝他会当嫁互做事人，所以为着安尼，母仔囝冤家，所以昨昏的婚礼妈妈不伫遐。我要讲阿全阿兄，你真高尚。好，阮这边去联合国，伊表现偌好咧，真多谢。所以咱若有人爱甲牛母牛仔囝斗阵，食牛奶的，你找伊哈，等下礼拜煞找伊哈。毋知，还佫有新的朋友无？我看了敢若有几若个新面孔，好无 ？OK， 若无，咱互相，咱来迄个唱一个歌，互相握手一下，好无？伫耶稣来，伫耶稣来，好来，咱甲咱的厝边隔壁，特别你无熟的人。
带着天使微笑，甲伊讲有你真好，我们欢迎你，好不好？伫耶稣来，来，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对答的高永永远远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搁一摆。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对答的高永永远远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请坐。拜托啊，咱拢做一家人，毋是嘴皮讲的嘿。会记咱若一家人，我巴肚枵，你都要我食哈。啊，你无通啉，你甲我讲；啊，若无牛奶，你去找下转。哈 ，OK， 刘英兄弟，我要甲咱讲一项，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毋知你有感觉咱永福教会？逐个月，哪敢若有拢伫咧做一寡变化无？有无？还是你拢无法觉？哈咱有啦吼，咱有一寡变化咱毋茫咱都爱直直变。注意一项，信仰袂当变做传统。上帝若是活活的上帝，咱袂当互信仰留伫2000年前。上帝逐工拢伫咧换新，所以咱的教会嘛爱定定做调整。咱爱直直头前行。咱的教会毋但爱适合老人、适合中年人，咱的教会嘛爱真注重囡仔。所以请咱逐个人来，囡仔的想法、思想观念直直咧变。教会价值爱行伫因头前，直直带因用良善直直行去。若无教会若停留伫遐，世界直直变。因怎走离开教会去？咧影响因的都毋是教会，毋是信仰。但今仔日咱即个宗教纪念主日，咱不断地咧看咱的教会会当做啥物调整以外，咱搁甲当年的即个时间当做咱永福教会伫咧服务社区的奉献主日。对明年开始，咱就无申请政府的迄个乐龄课程，原因，迄个政府的乐龄规定，咱若接受伊的补助的，即马过来明年，咱都爱开拓2个乐龄的点，然后咱都爱直直去辅导其他新的乐龄中心。咱会去甲因陪伴去教育，然后咱还阁替因阁迄个聘请讲师。咱甲因讲，是嘞，王牧师也好，还是丽梅老师也好，阮受消费品，阮敢若伫咧照顾永福教会甲永福教会的社区。阮无法当阁接受政府的指挥，就爱阁去开拓新的点，阁去辅导别人的点。若安尼，咱一年才有20万。这20万，咱5万，咱今仔日的奉献，就是咧支持2018年明年度，咱整个教会伫咧做社区，所以明年度咱教会社区工作，甲即马完全各拢共款，只是咱无要甲政府申请，就毋免里面的老师遐，就毋免定定踮咧写报告、写资料，踮伫咧面顶，然后阁还有开拓新店的压力，咱就专心做教会甲社区的关系。然后好好做陪伴，毋知咱安尼决定，恁感觉好啊毋好？呀，所以我想，咱每一个消费，每一个动作，拢有伊真深沉的思考。请恁信任，这是一项。第二，咱等下吼，咱今仔日原来是迄个这个什么重阳节吼。65岁以上的人都有红包吼，
若讲到这65岁，我才会紧张呢，我念伊要到啊呢。我才会紧张呢，要安怎？迄个执事准备好未？好啊吼。好来，咱即马请65岁以上的徛起来好毋好？请起立一下，你毋免客气你毋免客气哦。摕到红包你就坐落去，还袂摕到的人，请你徛咧。65岁以上的，祝你健康，祝你平安，祝你长岁寿，上帝甲人拢能听你，咱的教会是敬爱长辈的教会哦嘿，请恁原来为着教会祈祷，你毋通讲我食老也无路用啊，拜托，食老的人你有足侪路用，替教会祈祷，关心拍电话互教会需要欠缺破病的人，毋望你也阁会当成做上帝国内面真贡献的人，多谢，愿上帝祝福你哦。所以咱大家拢会当真欢喜来参加这场音乐会，水准真悬吼。你若来参加，表示讲你拢水准足悬的吼。真感谢吼阮亲家廖老师安尼真辛苦教这个乐团教安尼他们拢了也甲我共款毋过唱歌的人永远心情拢真快乐，永远你也看下晡啦来唱的遐吼。拢是伊的学生，伊的学生竟然几啊年了后，20-30年了，有人对台北，有人对高雄安尼3北2路拢一直来参加，组一个合唱团，叫较早的老师来教，较早伊拢甲我做对台吼。我带合唱团，伊也带合唱团，阮两个拢咧拼。不过我是带男生的，伊带混声的吼。拼到两个才做亲家安尼咯。邀请大家会当来参加。佫有一样代志，就是讲咱的干事吼，廖明奇明奇，昨昏我有带伊来到牧师馆，伊要甲牧师讲，伊要佫倒转来上班啦，伊要甲伊的迄个师承吼，抽倒转来，伊要佫甘愿来甲咱遮上班。明奇毋知有来无吼？伊毋敢来吼，歹势啦，伊讲歹势啦，对大家真抱歉吼。爱我吼，甲大家吼讲抱歉一下吼，伊愿意要过来上班。当然，这毋是我牧师这责任啦吼，现在咱交小会，互小会来处理这代志吼。愿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咱的同工甲咱三个来做伙多谢，欢迎你下晡来参加音乐会。下晡音乐会3点吼，讲唱歌的人上长岁寿，所以恁也会同我来参加妇女的诗班甲圣乐队吼。水的唱歌的人会足水的，拢无白头毛。OK， 拜五也阁有这蔡慕堂牧师的专题演讲，拜托邀请大家人爱进步，属灵的进步，请你来吼。这拢是上新。拜六暗咱有小会，请同工斗阵。11号下晡2点，团队组有开会。拜三会早经请咱来。等下有圣经学院的课程吼，圣经学院的课程咱请咱伫祈祷的中间，原来为着台南中会、台东教会相连团契去游览，伫清境遐发生车祸，有死伤，请咱为着因祈祷，愿上帝安慰夫妻伫因的中间。来，最后我要讲这项，迄个伫咱第8夜，咱教会伫明年4月15到28要去耶路撒冷，中间会经过约旦、以色列甲埃及。请咱若会当，即摆已经
公告3礼拜伫咱永福教会啦。对明仔载开始，即个消息会放去互其他的教会。咱即句差不多20个、20桶的，所以你若假使厝内有诶，今仔日伫咱遐原来有业报名单若假使去哦，我已经预留遐侪礼拜，互咱家己的教会吼。你若动作伤慢，咱有真侪时阵拢今早开始咧催拢无反应，到时间截止无机会再当仔来化，当仔来化休吼。会记得哦。即个你若无进来都无2万块的报名费，请你家己汇款去哦耶路撒冷的迄个旅行社，然后你的报名单请交来办公室，咱开始来汇整遮的资料。即个旅程就我甲侪人安尼看，即个旅程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一个旅程。请咱是为着后年。2年后，咱教会60周年，所以咱若要做60周年的历史的时，咱即马有一个活动开始要安怎样直直起来，直直发展到遐去，然后互咱60周年规个全变做一个庆典，吼这个是60周年系列所有活动中间的一环。有想讲努力摆看卖要去的人，请举手一下，好无？我看一下。努力一下吼 ，OK， 好，我报告就到这，多谢。咱来吟所谓面诗圣诗第523首，既若有仁爱，这咱请牧师带咱来吟。咱总共唱8摆哦吼，若会当合音的，请拢毋免客气哦，523首，请起立。上帝是听，既然有听的行动的，就是上帝的行字。上帝是听，那敬畏上帝的人，就应该诚侪听的使者，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互忧伤的心灵变做欢喜的人有福气，会通替忧伤的人祈祷。背叛的人实在有福气，愿恁的所行所做，伫上帝目睭中证明恁真正是伊的行字。但愿三位一体的上帝甲你三脚同行，坚固你的手所做的工，祝福伫你甲你的家，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上帝祝福你。